今天仁波切为大家挥毫写下的新年祝福都相当的有意义，里面包括了待会儿会有中文以及藏文，待仁波切写完之后会跟大家做解释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请仁波切跟大家解释，在这一幅墨宝上的字是什么意思。好，墨宝上面呢，就是前面呢，藏文念的话，很多顿跟着，这就是心想事成。多顿跟着，多顿跟着，心想事成。因为是新年嘛，所以大家因为法会当天呢，这个墨宝也是拿到现场。让大家这个上面贴上自己的心愿卡，然后带回来在中心供1年，所以呢就是写好自己的名字，谁心想事成。我们就是在中心在所有的法会当中呢，就会做1年的祈福回向然后下面呢就是罗萨尔扎西秀，罗萨尔扎西秀就是新年祝吉祥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中间就是这边也有写一个藏文的 zam， 这是这样 zam 的意思呢，就是所有的财圣的怎么说呢，中之子，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聚宝的意思，所以非常殊胜的。那这里写了一个中文的财，那就是发财，祝大家发财。我们看到仁波切的墨宝上头，每一个字都是有加持的祝福，而今天所写的文字，除了祝贺新年好之外，同时也是祝福大家虎年福来财运到，心想事成。刚刚仁波切有讲到了这一幅绝无仅有的墨宝，到时候也将会放在祈福法会的现场，供信众现场签名，延续这份祝福。Lanta Yesoha